台北市的小朋友林先玲的政策正式来就路，市长蒋万安亲身拍影片来宣传。台北市动物园嘛铺文来宣导，讲这是蒋市长的实大建设，结果引发到网友来争论。有人批评这是大内宣，是咧甲市长铺塔。台北市动物园背会讲是善意协助宣传政策，市长嘛讲都是真单纯宣导政令。我们要喝牛奶。好，跟我走。市长蒋万安亲身宣传牛奶的政策，要予学生囡仔补充营养。局处当然嘛爱尽全力到宣传。台北市立动物园长伫面市顶悬抛出着园区内动物食粮的相片，古水是正古水，也毋过顶悬的文宣，蒋市长的是大建设。当然是咧致敬前总统蒋经国，引发着网友的争论。其实最重要，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、家长知道，台北市生喝鲜奶周报这个政策已经正式上路。文章洪批评讲是咧宣传降低，动物园背会讲本意是咧协助市政的宣传，无希望引发着对立，所以将文章态度是讲告市政场合第四为实。今天不做，明天就会后悔。引用蒋经国对十大建设的名言，是讲作为台北市长，蒋万安敢会跟对因阿公的脚步行？国民党甚至是台北市民拢真关注。听讲蒋万安的阵营无意思要选至控制8年，是要专心做完伊市长的任期。也毋过最近蒋万安改变伊书文的形象，对关税高强调，提升回来甲中央相抢。敢是将目标放伫2032年的总统大选，也引发着联想。我们坚持不选2028，那要选2033。我一定都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，一天当2天用，一人当10人用。蒋市长敢会变蒋总统？蒋万安回应讲，专注感情，暂时无考虑未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